大家好，晚上好，我係香港武術聯會耀武會師傅關曉珍。咁今晚咧，我係非常之榮幸咧，係請到我哋嘅嘉賓係黃瑞芬師傅，黃瑞芬師傅。而家黃瑞芬師傅上。是但一個隨名嘅。咁黃瑞芬師傅咧係中國武學會嘅會長，有少林刻苦門武術總會嘅會長，亦都係國際通判武術聯合會嘅副會長。咁黃瑞芬師傅咧喺武林裏邊咯，我想多位師傅都知道咧，佢係享有盛名嘅。咁佢對中國各方面嘅武術咧都非常有深入嘅研究。咁呢一個下列咧就係佢今晚咧送俾我哋嘅精品啦。咁第一咧就係嗰個截線三指啲拳理及功法，又有少林刻苦門嘅拳係嘅風格，仲有功法及套路示範。咁最後咧就有一個問答環節。咁非常之多謝黃師傅教。咁請我哋嘅副會長關志祥先生做個歡迎詞。好，歡迎黃老師。我今日咧就喺少少環節中咧睇到一樣嘢，就係阿鐵怪俾佢個老師嘅尊重。咁就老師我講，佢呢個人對武術嘅熱誠，自細跟老師學習，好開心，亦都好中意呢方面。但係最緊要有一個正常。專師重道呢個中國嘅傳統文化，阿黃老師其實識嘅唔係淨係今日嗰個講座嘅，佢其實識嘅武術係幾淵博。我希望喺日後咧就係武中咁解，我哋希望多啲邀請咧黃師傅講多啲中國嘅傳統武術。其實喺近呢兩年咧，國內有一個轉變，就傳統嘅武術咧。係極之受重視，因為佢哋了解到中國嘅傳統武術係中國嘅文化，中國嘅文化遺產，所以點解昔日嘅老師其實係今日我哋嘅寶庫嚟。多謝你，黃老師。好。今晚好榮幸咧，能夠同大家分享傳統武術嘅資料。但係首先要多謝武聯嘅義務師傅關會長同埋武聯會長張師傅俾我呢個機會，大家喺今晚見面。咁就首先今晚嘅主題講少林拳啦。咁喺度容許我啦，簡單講講我哋少林刻苦門武術總會。已經成立咗，咁今晚咧亦都總會有好幾位嘅理監事同埋理事都到場嘅，咁希望得到佢哋大力支持啦。咁我日後會更加努力去為武術再開發多啲嘅資源，同埋咧盡自己可以講係一生嘅能力去做好呢個工作。如果喺幾年前，各位要求我講少林拳嘅資料咧，我冇辦法講，因為咧少林拳喺我哋傳統中國傳統武術咧無所不在，但係我哋嘅資料咧只係一鱗半爪，冇辦法能夠規全嘛。咁點樣講咧？譬如舉個例，我哋今晚就李宗仁師傅又嚟啦，佢練白眉嘅。咁白眉拳嘅開山祖師就係張藝柱。張藝柱佢係東江惠州人，佢亦都喺惠州咧得到3位名師教導。後來咧到廣州得到咧廣州一位禪師係叫做竺法雲禪師教嘅。點解我提呢樣嘢咧？做一個點題。咁而白眉拳咧，佢
佢喺義工法裏面有一套叫猛虎出嚟，我欣賞過。佢近似少林拳嘅呢個易筋經練法，近似今晚我要介紹嘅鐵線三點拳嘅練法。咁即係但係完全唔同嘅特色，但係咧嗰個所謂異曲同工。咁好啦，如果咁樣講少林拳咧，好難講咯喎，係嘛？嗱，因為要追溯到張勵柱嘅指導老師係竺法文禪師，之後我會講。因為當時廣州咧係冇名人雲集嘅地方，好多門派咧都係喺廣州或者係佛山嘅新會一帶。所以我提今晚咧周家拳，我位師兄又嚟。我都係周家拳，咁周家拳佢開山祖師係周龍，周龍喺佢嘅新會鄉下就學好多洪拳啊，好多地方，但係後來嘅少林拳呢學咧唔喺廣東喎，係馬來西亞。原來少林拳除咗馬來西亞，佢喺嗰度學完少林拳，再翻去新會，就創周家拳。同頭賽嚟嘅拳路啊，咁所以呢啲在咁多嘅門派，佢嘅歷史咧係到佢嘅我哋而家講嘅指導老師或者個開山祖師係始步啦。咁點樣講咧？但係咧喺今日我可以同大家講咧，少林拳嘅脈絡已經有一個面貌啦。喺我手上呢本書咧，就叫做《少林拳譜》，係呢個2012年初版，即係話而家係6年前你想講少林拳嘅淵源啊歷史冇得講。咁但係呢本書嘅由來點樣咧？就喺我嘅講堂度咧有講啦。原來咧就係由喺民初嘅永常法師，佢咧就受師命，即係受當時嘅師命咧，喺2年間手抄咗呢份少林拳譜，然後咧秘密咁樣帶翻去吉林。點解要咁做咧？呢個就帶出當時嘅社會背景。當時民初嘅時候係戰亂軍閥時代，所有軍閥同賊都差唔多嘅啫，只不過咧就係爭佢做啲乜嘢。咁軍閥同埋賊咧都係去搶掠嘅。嗱，老百姓就搶啦，但係仲有咩地方有好多好嘢咧？寺廟道觀一定有好嘢嘅，咁所以一定去搶去燒。咁所以咧做成呢個永常法師要咁樣做，因為你唔交出你始終嘅寶物咧，就好可能你冇辦法甩身嘅。咁所以咧佢要咁樣抄。好啦，嗰個頭先提問話就唔再講咧，就係話呢個係少林拳譜咧，就係記錄喺宋朝嘅武爭，一路到民初40年代，甚至50年代嗰個一代代咁樣傳落嚟。嗱喺我哋武俠小説成日講至善禪師咧，佢係第38代，但係入邊記錄咧，佢係擅長軍法，又出山雲遊四海，係咁多資料啦。咁至於話某啲門派，亦都係受咗至善禪師嘅指導，前開山祖師嗰啲係佢門派講啦。就喺個少林拳譜咧，佢係第38代，咁係明朝嘅時候。咁所以咧，今晚我能夠可以講係講出少林拳起源嘅輪廓，就係因為有呢本少林拳譜。咁我唔能夠因為呢個係一冊，總共8冊，我唔能夠八本書講晒，講唔到嘅。所以我喺個摘要度咧，只係指出少林拳因為某啲武爭而影響佢嘅發展，或者咧造成少林拳而家嘅嗰個面貌。咁喺度再講下就係話好多問題咧存在。咁少林寺
係佛子嚟㗎嘛。咁同冇上嘅關係咧，你可以講有或者冇。你話冇，點解冇咧？係冇真啊嘛。你係有，因為佛係講清淨，係講講呢個去修身養性，點解要冇咧？咁佢要喺度點題講少林寺嘅由來咧，就係由於喺北魏嘅皇帝，應該係魏文帝啦，佢好中意呢個佛經嘅。咁佢咧就，如果喺個故事度咧，佢有晚咧夢見一個象白嘅金剛出現喺佢身前，然後消失咗。咁而第日醒咗人咧，佢咧就要揾佢嘅呢個侍郎出嚟，要去印度請個和尚翻嚟。咁所以就派咗人去一路咧就經西域去印度，但係佢到咗而家個阿富汗嘅時候咧，就遇咗一個和尚。呢個和尚咧喺度講經傳法，咁佢啲使臣咧以為呢個係印度嘅，當時你知嘅就係印度係經過西域先到印度。咁佢又知道佢係講佛經，咁啊請佢翻嚟，咁請到佢翻嚟呢個朝廷啦，咁呢個北魏嘅皇帝咧就俾笪地方佢喺度翻譯啲經，要請好多侍郎，即係啲太學博士啊之類咁同佢翻譯經，咁俾個地方佢咧，嗰個地方以前我哋而家政府就政府合署，以前叫做寺，當時辦公嘅地方叫做寺，就唔係而家我呢個概念係拜佛嘅地方，俾個地方叫寺，咁喺度翻譯經啊咁樣。咁但係咧，經過一段時間，因為啲經文係好艱辛，咁都冇辦法，即使做到一啲傳教嘅嗰個功效出嚟，咁皇帝咧就再俾個地方佢喺呢個河南嵩山嘅少室山起一個地方，起個地方嗰個叫做少林寺啦，就係咁樣嚟嘅。少林寺就咁樣嚟。咁以前寺都係辦公地方喎，就唔係一定係拜佛嘅地方喎。咁少林寺係咁樣嚟。好啦，咁呢位佛陀法師咧，佢都唔係識功夫，佢係講佛法傳經。咁後來咧，佢係第一世嘅少林寺嘅傳法嘅人。好啦，第二世呢位咧達摩，達摩咧又嚟到呢個南北朝啦，見咗魏文帝啦。咁魏文帝亦都禮聘佢去少林寺，同埋佛陀一齊咧去研經講道。但係達摩影響喺少林寺嘅嗰個發展係一個宗教嘅事。要提一提達摩，佢帶嚟都係宗教嘅事，唔係帶嚟武功。因為達摩咧，佢真正係從印度嚟，但係當時印度嘅地方咧，就唔係真係印度本土啦。當時如果依家計咧，佢其實喺尼泊爾嘅地方。尼泊爾咧同釋迦牟尼講道，釋迦牟尼就話俾佢聽，用一個指示俾咗金花佢，咁啊叫佢你可以下山啊。呢個動作咧，其實係包括有而家16個字，16個字就話成為而家禪宗嘅嗰個深化啦。呢16個字咧，就係教外別傳，即係話印度教其實好多拜好多神，印度經典好多，你同一生嘅能力都冇辦法睇晒。咁啊點樣可以宣揚佛法咧？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好啦，跟住咧就直指人心，即係講話
你自己個心裏面嘅嘢變性成佛。咁咧呢16個字咧就係達摩帶中國同中國喺中國傳教成立禪宗，就係咁樣嚟啦。咁即係話達摩佢對中國嘅佛教影響係禪宗。佛陀咧就係因為佢係始創者，帶好多經書啦，咁形成日後佛教因為好多經書嘅成立，好多派嘅啦。咁呢個係佛教宗教。好啦，我哋轉翻過嚟就講翻喺南北朝嘅時候，第一位武僧咧就係叫做仇時先，仇時先喺講嗰度有啦。咁呢位武僧其實係一位戰將，即係打仗嘅勇士嚟，但係佢因為出家改革歸田出家，咁最初就唔係少林寺啊，後尾投親少林寺。咁仇時先咧就成為武僧嘅第一代，就係咁樣嚟。咁喺呢度停一停，睇下大家有冇補充即係話少林寺嘅淵源同埋少林拳嘅關係就喺呢度嚟啦。你話冇關係又得，話有關係又得。如果冇前邊嗰啲關係，就帶唔出呢個武僧出嚟。因為少林寺除咗係容納去研究佛法之外咧，原來佢都容納武術。如果佢唔容納嘅，就唔俾你入寺啦，係嘛？所以咧，仇時先就成為第一代嘅禪師。咁即係話咧，少林寺嘅武術喺南北朝開始形成。南北朝，但係咧講翻另外，我哋有個口頭禪就係話北崇少林，南尊武當。咁武當嗰陣時咧，都係形成武術，但係佢咧就唔係少林寺啊，少林寺有朝廷嘅資助。武當當時咧都係一啲隱士喺度修練，但係武當同道教淵源好有關係。道教大家知道喺呢個漢末，張道陵、張天師已經係組織呢個道教。咁即係講武當武術，佢形成，但係隱藏喺武當山，可以隱藏喺南方一帶。咁所以叫南尊武當，北崇少林就咁樣嚟啦，就唔係話傳宗嘅根來派，唔係咁意思，即係形成一個氣候就咁嚟。好啦，咁就講翻我哋第一世仇時先係武僧啦。咁當然佢有個人之處，佢嘅功夫了得啦。咁但係佢個發展點咧？由呢個南北朝喺歷史上，跟住到隋唐啦。咁隋唐咧最出名係有13武僧。13武僧咧係幫咗唐太宗去打天下嘅，即係起碼某個戰役佢幫過啦咁樣。所以少林寺又出名咧，就係咁樣嚟啦。咁但係當然喺唐朝有好多武僧嘅。咁其實咧由仇時先到民初40年代咧，係總共有232代嘅武僧。232代嘅武僧咧，我跳到去最後一代，即係喺呢本書記錄嘅最後一代232代，就呢位武僧叫行春，咁佢俗姓咧叫做上寶春，係河北人。咁佢歸於少林寺，係細個歸於啦。咁佢拜呢個德心和尚為師，佢係擅長練黑虎拳、太祖拳、花單刀。點解要提呢樣嘢咧？因為今日呢個主題係少林黑虎門武術總會，咁即係話有所不知啦。少林黑虎門嘅武術唔係從空而降嘅，係有淵源嘅。咁但係你唔可以講話係呢位行春傳過嚟唔知嘅喎，因為嗱喺度我就加少少材料就話我自己12歲就學周家拳，15歲學少林黑虎門拳。
當時我師傅黃長宗師咧就話俾我聽，呢啲功夫係黑虎門功夫，係咁多㗎啦，再冇其他名術。咁佢嘅導師，佢嘅師喺邊度咧？有冇人講知道？馮平慧。馮平慧。咁馮平慧係點嘅人咧？亦都唔清楚嘅，淨係知道個名。但係佢點同馮平慧相遇咧？就你知道民國呢個係戰前嘅時候啊，戰前係40年代咧，國內打仗好多人走落嚟香港避難，咁呢位馮平慧宗師咧都落嚟香港，但係要揾工做，就同一個外國人做花王。咁我嘅師傅咧，黃長師傅亦都同時喺個地方做花王，咁兩個就咁樣相遇，咁然後咧成為亦師亦友。咁當然，如果咁講咧，馮平慧就係黑虎門傳術喺香港傳嘅第一代，第二代咧就係黃長宗師，第三代係我自己本人同埋我啲師弟。咁啊係咁多啦，即係話你再講遠啲講唔到啊，因為冇憑據。咁我講232世呢位春和尚係唔係我哋嘅祖師爺講唔清楚，因為唔係一個人學黑虎拳㗎嘛，係嘛？譬如嗱，一個武術班，我而家教黑虎拳，可能有幾十位，咁幾十位有啲出嚟學完啦，出嚟教，有啲唔教，咁即係話我哋黑虎門武術。喺我哋嘅門派嗰個角度咧，只係追溯到馮平慧咁多啦。所以話，如果你淨係以呢個角度講少林武術，真係好難講，係咪講唔到嘅？好啦，好在真係好彩有呢本書。嗱，咁講翻到就係話，呢個永松法師用咗2年時間，挑燈夜咁樣抄。咁呢啲抄咧，全部係抄本嚟嘅喎，唔係影印，即係唔係打字嘅。有錯字乜都有嘅，有白字錯字乜都有嘅。咁當然有資料唔能夠完全信晒，但係個脈絡應該係可以。點解咧？喺1989年4月喺中國舉行一個少林拳邀請少林拳武術邀請研究會，係討論過呢件事。中間呢個主席團咧就係呢個德田法師咧在座，咁點解提呢件事咧？就係因為喺現今中國武術協會咧有位秘書長係資歷好資深嘅，叫做康科武，佢咧寫咗本中國嘅武術詞典寫得幾好，入面嘅資料都好豐富。咁佢就親身去同呢個德田和尚傾啦。嗱，點解之前你出版咁多武林嘅書籍？因為佢都係一個少林拳嗰度攞出嚟，出好多書，有少林拳嘅出版之王嘅稱號。咁後來佢就交心啦，同方剛講，其實咧就係永祥法師臨終前託付俾佢，希望咧將呢個少林拳嗰個資料啦保留，咁同埋有機會公諸世係咁嘅。咁所以咧，佢接咗呢個任務啦，咁就中間出啲書啦，但係到後來咧，佢患咗癌症啦，最後嗰1-2年咧冇辦法再做嘢，咁然後佢託付佢嘅妻子就德田法師再同佢做，咁而且佢有永祥法師寫俾個親德信，呢位我能前佢康冇睇過呢個親德信，就係證實嗰個呢個少林拳嗰個來源係咁樣嘅。咁所以今晚咧先可以同大家講下少林拳嘅起源，就係起源喺南北朝。好啦，到咧232世咧，最後嘅武僧，之後嘅武僧咧就未入去呢個少林拳武嘅。咁頭先我再提過嘅白眉拳啊、周家拳啊、洪拳啊，都係同和尚或者道士有淵源嘅。咁所以咧形成我哋喺廣東同埋香港有現有嘅門派，都係咁樣嚟，同少林拳多少都有關係。咁再各位睇下
有冇補充你所認識嘅少林拳嘅淵源係點樣？有冇人要發問下嘅？在上好多師傅喎，見到咁晚。就係啦，都係未聽得清楚，即係嗰啲和尚啊，表面嘅佢就係修法嘅，點解要搞起武術嚟㗎？呢個武術點解要入到個寺院裏邊？呢個係未聽得清楚。好，咁我以下答覆你問題。對要睇先。好啊，回音個咪，聽得唔清楚。咁樣搞佢係修法嘅，點解搞佢武術就打打殺殺啦？係啦，啱我就提咗呢個問題。佢鬥係點樣遊戲嘅？嗱，問題咁樣，同政治有關，同呢、保衞家園有關。因為咧，你而家我哋香港唔使啦，有咩事打999係咪？你想像下你喺山林嘅地方生活，邊個保護你？有猛獸，有毒蛇，有山賊。好啦，呢、個客觀嘅原因，你係咪要自己保護自己？呢、個因素係有嘅。就算我哋而家啲鄉村，以前民初嘅時候咧，好多山賊，鄉村咧整啲護院，點解啊？就要保衞家園。所以咧，武術咧客觀原因要，政治原因就係話好多有功夫嘅人、有本事人咧。佢都歸隱山林，一係拜佛，一係修道，即係去道教嗰邊，一係入寺。好啦，當朝廷要用人嘅時候咧，知道邊個叻人喺邊度咧，一定派人揾佢出嚟，去幫國家效力。譬如從唐太宗又揾到少林寺13僧，係咪？就咁樣嚟。咁即係話客觀嘅因素一定要練武。仲有咧，講翻到達哥咧，佢係傳教，佢係教你去點樣去修成正果，點樣咧去明心見性，成個道經缺少運動。咁所以咧，達哥有帶嚟咧，佢喺印度學嘅瑜伽，而家叫瑜伽，係有法式，但後來咧就由其他嘅禪師咧，將佢一路增編成18羅漢手，係咁樣嚟。即係達摩係帶有一種健身嘅功夫，因為而家印度你知啊，而家係帶嗰種嚟，就唔係帶武術，唔係帶喺戰場用嘅功夫。咁好啦，咁呢個客觀原因你接唔接受啊？應該有噶嘛，即係話。宗教嘅理念同埋武術嘅理念係風馬牛不相及，但係喺客觀原因，你一定要有，要保護你自身嘅財產、自身嘅性命啊嘛。用咩保護咧？用自己拳頭保護，係咪啊？唔係啊？呢個説法可能咁過氣，單單係少林寺要冇，其他嘅乜嘢寺院都冇呢一套嘅喎，唔可冇嘅喎。對嗱，你聽我講咧，有啲寺咧，有啲寺係出咗好多功名人，但係佢咧亦都轉投少林寺。嗱，好啦，喺我講嗰度咧，喺第3有位叫福居和尚，咁喺宋太祖嘅初年咧，呢個福居和尚做一個咩咧？好似今日武聯咁，做一個平台俾大家。佢匯集武林界18家拳派，匯集喺少林寺交流武術，然後將交流武術心得而編成一種拳譜。咁福居和尚就做咗呢件事啦。咁其他寺廟咧冇做到啊，咁所以咧係輕重分得到啦。少林寺自然就係歡迎武林界大家切磋交流地方，其他寺廟唔好啦。清靜地唔好動刀動槍，喺嗰個拜佛嘅理念係啱嘅。但係少林寺另一個發展，除咗係宗教，喺武術就由於有呢啲武僧代代咁傳落去，
所以咧佢嘅聲名喺武林界係大於其他所有嘅寺廟，其他寺廟一樣有武功超群嘅，只不過佢係隱姓埋名。而少林寺咧喺呢個福居和尚喺宋朝嘅時候做咗呢個動作。另外喺宋朝就嚟末年，即係北宋俾金人滅咗嘅時候，就嚟到元朝有滅南北宋嘅時候咧，又出咗個國語和尚。國語和尚咧，佢唔單止係好似福居咁樣，佢仲親身去訪尋名師。佢知道山西有位高人叫白玉峰，係武林界都稱佢為大阿哥。佢技擊武術係名聞呢個山西，咁所以佢一隻身就去山西，但係途經新疆蘭州就撞到白玉峰同埋李漁。李漁咧係擅長棍法嘅，咁李漁個仔同佢同埋白玉峰都受邀請到少林寺去切磋武術。到後來，白玉峰咧仲歸於我佛，成為佢第37代嘅秋月和尚，係咁樣嚟。咁所以咧，嗱呢啲資料係算係全部抄錄嘅。如果冇上稿，我講唔出嘅，係有條理咁講俾大家聽。咁所以少林寺個武術出名，就由於當中有幾位武僧係具影響性，具呢個好好高嘅潛質，影響到咧呢個武僧嘅傳承。即係咁樣講咧，少林寺傳佛法係一個脈絡，練武係另一脈絡。咁呢個係成立嘅，有呢本書係成立嘅，冇咧就我都唔敢講啦。咁而呢本書嘅資料係你話真係得假得，但係你唔可以話假晒，當中有錯漏，但係起碼嘅輪廓係冇問題。咁所以咧，今日先可以咧正確或者正式向大家介紹。咁所以咧對武林寺少林寺嘅影響咧好大。少林寺成為武術會宗。咁最初喺北宋嘅時候咧，最出名喺少林寺交流武術咧有咩拳咧？有呢個通背劈掛拳，有呢個黃朗嘅黃朗拳，有呢個炮拳，有猴拳，有燕青拳。呢啲拳種喺北宋已經有啦。咁有太祖拳。呢啲拳種咧喺北宋已經傳咗喺少林寺，唔係少林寺嘅至真教，係出邊嘅武術家入去少林寺，帶入少林寺，因為有福居和尚做呢個平台，俾匯集國家嘅武林界，就係咁嚟。另外而家我哋所謂嘅虎拳啊、小紅拳、大紅拳啊、羅漢拳啊，就由白玉峰嗰個時代開始有增編。白玉峰咧就將羅漢拳咧係增編成為咧172手，原本係羅漢拳有18手，佢將佢增編為172手。另外創出5拳龍蛇虎豹鶴。咁今日我介紹咧黑虎門拳，嗰個黑虎門有10形拳，前面有龍蛇虎豹鶴，後面有獅象馬猴彪，都係淵源喺呢度嚟嘅。咁所以咧，武僧嘅承傳咧喺呢度咧就睇到佢嗰個潛在嗰個發展啦。咁後來跟住行令啊、行朝啊、徵稅啊、嗰啲自爭啦，都各有功夫。譬如話有啲係練兵器啊、大擅長大刀、雙刀啊、擒拿技擊啊。有啲咧就苦練鐵砂掌啊、流星腿啊，有啲咧就係擅長呢個心意把啊。心意把咧喺度又講少資料，就係其實係由心意路山西嗰邊傳入去少林寺，然後咧經過交流武術之後咧，少林嘅武僧將山西嘅心意拳
某部分精髓，創出嘅心白係咁樣嚟嘅。咁所以武術交流就有呢個好處啦，可以將佢咧融會貫通咁咧，又成為一種開始傳承嘅武術啦。咁所以咧，而家講嘅少林拳咧，老嘅少林拳就係頭先我所講啊，太祖拳、牛拳啊、炮拳啊、通背拳啊、螳螂拳啊、倚天拳、羅漢拳。咁而家喺民國以後嘅少林拳咧，同少林拳有關嘅，就係而家譬如洪拳啦，蔡李佛都有關嘅，佢都係同少林和尚學嘅，白眉都係嘅。咁少林黑虎門都係嘅，少林黑虎門就呢個據講啊，呢個奉命話係還俗和尚，因為我揾到佢本人問啊嘛，即係咁估嘅啫。咁但係肯定有名有姓先，咁都係咁樣嚟㗎。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詳細了解少林武術嘅起源同埋個傳承咧，有機會圖書館借呢本書睇，係8本啊，佢入邊咧係收錄佢嘅武術體系，收錄佢嘅練功心法，收錄佢對每種拳嘅一個拳路啊、風格嘅描述，亦都有練功嘅秘訣啊、秘方啊，喺練功嘅傷患嘅點樣醫理啊都有㗎。咁當然啦，呢啲咧資料啊，你千祈唔好攞嚟用，尤其是口服嘅藥方都有，咁你要另請高明，即係將藥方俾人睇下，自己唔好即係就係睇信書不如無書啦嚇。咁但係佢嘅資料好完全，所以拳武嘅意思唔係話嗰個拳嘅口訣咁簡單，係講佢個傳承，講個武術體系，講佢個功法，講佢練功嗰個其他方面，譬如話用藥啊。佢嘅心法啊之類，咁嘅少林拳法。咁如果同佢可以比擬咧，唯有係武當家寶，因為我仲未得到手，遲啲會得到手。如果我得到武當家寶手咧，我係要求武聯呢個機會，我再同大家介紹武當，好嘛？好啊。